終於收成正果啦，好感人啊！唔使等足16年，因為拍神雕代前年他最近那些年女神陳妍希同內地小生陳曉，尋日13:14喺合肥正式結為夫婦。聽講佢哋各有各忙，呢日特登去陳曉家鄉合肥辦手續噶。不過之後呢，仲要翻台灣申請登記，先叫完全辦妥噶。嗱，識睇一定睇留言噶，佢哋喺微博嘅留言。從今以後我們三，從今天起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期待一個新生命的降臨。原來佢哋嘅愛唔止冇年齡界限啊，仲不設防添喎。尋日仲係陳曉29歲牛一添。P.S. 老公生日快樂啊！即係三喜臨門啊！由於佢哋唔可以離開劇組太耐，所以19號嘅婚宴定喺北京懷柔片場附近。2日之後呢，就會翻台北搞歸靈宴。據知雙層下個星期呢，就會派帖噶啦。Dress code 佢哋希望男嘅係着白同埋灰，女嘅呢就着粉紅色同埋皮膚色啊！佢都唔好着錯啦。飲完呢一單，跟住仲有林心如嗰單喎。詳情請睇另一隻動新聞啦。